改觀晒，哇！原來咁勁得嚟咧，唔止啊，仲有音效啊、空間感啊，同埋嗰個叫音場定位咧。佢動靜皆宜咯，音樂感嘅有，動態嘅又有，係能夠做到。以日本機聽咁多年，成30年嚟講咧，覺得係出咗意料之外。今一代嘅 Model 10其實2020年嗰陣時咧，我哋已經係將馬蘭士嘅外觀咧重新再做一次嘅，已經變晒一個而家好時尚、好簡潔嘅一個形象。我自己做緊錄音嘅時間咧，由 analog 至到而家數碼，成個時代經過晒咧，係覺得而家咁樣一個新嘅紀元出嚟嘅新嘢咧，去到咁嘅水準係冇得定。Marantz 開山劈石嘅第一套7+9，當年出嘅佢冚唪唥都係 high end 嘅，對翻而家嘅價值，可能一件都要10幾萬或者20幾萬。所以而家佢係平。我哋剛才聽呢套系統咁樣輸出嚟嗰個聲音咧，係比我之前聽過嘅所有版本都好唔同嘅。就係羅文，你會睇到佢係動咗喺個台上邊，同埋佢唱歌嘅時候咧，你會睇到埋個台下邊係一個箱咁樣嘅狀態嘅。咁呢一種質感咧，唔係咁容易可以出得到。當然對喇叭勁啊，咁但係都要嗰個合併機真係出得到呢一個效果先可以做到。